大家好，燕姐坐咗6個幾鐘頭嘅高鐵，終於嚟到福建福州嘅羅源自駕勢嘅海馬基地，佔地面積60幾畝。畢竟我哋港島人煲湯咧，食材正先係夠靚。今日燕姐咧就帶大家去睇下其中嘅一龍，好唔好？嗱，幾大？嗱，海馬咧係咁樣嘅，佢係隨水流咁樣飄到有地方俾佢攞條尾勾住嘅時候咧，佢就勾住佢咁樣生存嘅。嗱，怪唔得男人要食佢啦！你睇佢條腰幾犀利，你睇，係咪啊？哇，好有力啊！佢條尾啊，呢個就係公，呢個就係母。呢個公咧，嗱，你睇佢個肚幾大個？嗱，呢啲咧就係海馬 BB。佢咧，如果係孵化嘅時候咧，佢就要把啲燈全部關晒，然之後咧，第日早上咧就去嗰個池度撈啲 BB 上嚟啦。聽講你哋個海馬，我哋好多姊妹買翻去咧，小朋友同埋佢哋夫妻飲咗都話非常好喎。是的，這個非常給力的。哇！你睇下啲海馬幾精神，一般要養有幾耐嘅時間㗎？要1年多時間。平時食啲乜嘢咧？平時是吃小蝦米的。哦，誒，你哋想唔想知道海馬係點樣晾曬㗎？燕姐依家帶你哋去睇下。嗱，海馬從嗰度捉咗上嚟之後咧，就一條條咁樣吊起嚟乾晒。嗱，生晒完之後咧，就可以攞喺呢度分類啦。如果你想你個仔女以後參加籃球隊嘅，或者係兩公婆想捉一支足球隊，你哋都明㗎啦。